喺Aqua加入咗之後，3個人決定一齊旅行，一路走一路停。雖然努力配合住，但係Aqua都成日跌親。哇，好靚啊！我都覺啊。雖然係咁，但係佢啲隊友都冇離棄過佢，仲好照顧佢添。要小心啊，Aqua！唔該晒你。買嘢飲嘅時候，喺Aqua攞嘢飲嗰陣，又唔小心倒瀉嘢啦。有一日，佢哋嚟到一個分岔路口。左邊係一個陰暗潮濕嘅近路，右邊係風景優美但比較遠嘅山徑。左邊近啲，我哋行左邊。但係左邊有啲危險喎，都係行右邊啦。佢哋雙方不停咁爭論，都係向對方說明自己嘅選擇先至係啱嘅。右邊好啲啊，左邊。突然之間，Aqua察覺到附近環境嘅異樣，開始不停咁聞周圍嘅空氣。左邊嘅風有啲怪，嗰邊可能會有水凼同埋滑坡。我睇地上邊有螞蟻喺度搬屋，通常呢啲都係落雨前嘅徵兆。如果落雨嘅話，山路好難行噶，所以我哋都係行右邊嘅路啦。比起快捷都係安全到達好。兩個人驚訝咁望住佢，一隻呆呆嘅樹熊竟然一語中的。你嘅觀察好入微啊，你好犀利啊！嘿嘿。最後佢哋聽從Aqua嘅建議行咗右邊，果然中途見到山熊步伐從左邊嘅路衝過，大家都好佩服Aqua嘅細心同埋觀察力啊！呢啲細微嘅地方，如果唔係你，我哋就察覺唔到啦，差啲就會遇到危險。多謝你啊！3個人終於嚟到山頂嘅觀景台啦，佢哋一齊望住美麗嘅景色。呢個時候，Aqua邊望住夜景邊笑住講：雖然我睇起嚟慢半拍，但係其實我真係有用心㗎。